好，開始咗啦！鄉議局90週年杯決賽，男女子混合下線嘅決賽啊！一線漁灣之友，二線青樂龍舟隊，三線馬灣年青龍，四線南丫島快樂龍舟隊，五線豐盛龍體育會，六線龜記龍，七線龍之傑。嗱，你唔好睇第四線嘅南丫島快樂龍舟隊稍落後喎。佢啲外籍人士，你只要俾個開順大膽咧，你就一路咁慢慢走上嚟㗎啦。佢哋只要有嘅係力啊！嗱，呢個望將領先嘅有三線嘅馬灣年青龍，馬灣年青龍緊追其後有一線嘅漁灣之友。